台南龙甲12月28要来举办空山节，这个是结合着地景，运用着科技甲音乐，要来展现在地能量。当年举办的是，拢吸引全国游客去参观的龙家空山节，今年伫28要举行。这摆特别邀请艺术家、甲在地团体以及学校，总共有50几件作品，要邀请全国乡亲来参观。它的特色就是跟山势、跟山的山路能够结合起来。作品甲地景有结合，打造出全新的展览风貌。嘛讲，互参观的民众透过艺术认捌当地水。剧场式的沙幕投影，它有沉浸式的一个互动。那这个沙幕投影，它算是台湾首次的一个尝试，因为我们龙崎它的一个地形地貌是比较特殊的。第六档的空山节继续透过地形的投入甲艺术家的规划，要为龙家打造出无同款的风貌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